又單，膽仔啊，3科去對面馬路回晒，都係20零蚊嘅啫。做翻單啦，跟住食飯。回晒啊！咁啊喺樓下登記，搭 lift 上平台行上去5波啊，好近啫。如果7、8座你行得遠，咁啊登記完，上平台，左邊1、2座，右邊3座打後，咁啊5波啊好啲，轉個彎就到啦。搭 lift 上去，啱又攞多單啦。魚米啊，去海樂苑好近啫，咁啊行地鐵站過，呢度有個位落翻商場，又落翻 V 喎，轉個彎就到啦。魚米，咁啊順路單嘅做咯，10分鐘搞掂應該，咁啊2單加埋都有50幾嘅啦。魚米啊，即刻攞命！好正啊！即刻有得攞。咁啊呢度落去地鐵站，咁啊行翻過去。過嚟涼下冷氣先。今日都有啲熱，冇咁乾啊今日。咁啊行翻去 A 出口嗰度，呢條 C，咁啊從行翻 AB 出口，咁去翻海樂苑。哇！藍天白雲。今日天氣好濕熱啊，仲辛苦過上個禮拜。前面啦，海樂苑啊，喺呢個閘啊，等人開啦。密碼又到啦，今日快啦，半個鐘都唔使做2單，有50零蚊，咁啊夠食飯啦又。好，拜拜。